好，大家好，2025年嘅4月7號至4月11號，中港美股市分析。今日我嗰個標題咧就講美股就崩盤見底未？我哋先睇睇個風險聲明先。OK，嗱，今日準備咗一個內容咧，就有 A、B、C、D、E、F、G 咁樣啊。我哋先睇睇 A 點嗰個焦點分析先啊。呢個禮拜嗰個焦點咧就係美國特朗普總統嗰個對等關稅重創美股。星期五4月4號公佈咗3月份個非農新增崗位咧係22.8萬人，較預期嗰個13.5萬咧係更加理想嘅嚇，即係多咗好多啦嚇，即係新增就業嘅崗位多咗好多。呢個反映咧當前美國個經濟咧仍然係非常之強勁嘅。咁側面嚟睇咧，你經濟強勁咧，側面嚟睇咧就可以折射出哇！嗰個通脹上升咧係可以預期嘅喎，啊，即係有辣有唔辣啦嚇咁樣。失業率咧同時咧亦都係報4.2%，比較上一個月微增0.1%，呢個咧就唔係話好，呢個係響預期之內嘅嚇。咁好啦，數據公佈咗之後咧，美匯指數長短期個債息咧就見底回升。美匯回升個幅度咧都相當大下㗎嚇，咁啊長短期嘅債息咧亦都係回升嘅。黃金咧就見頂逐步回吐，就大跌76蚊美元一盎司，76蚊喎，跌咗70幾蚊喎，呢個幅度係相當嚇人㗎嚇。當然啦，佢個波幅咧亦都相當嚇人嘅嚇。好啦，呢個禮拜特別要指出嘅咧，就係影響通貨膨脹嘅重要商品價格咧，好似個 WTI 原油價格大幅下滑，嗱呢個係好消息嚟嘅，呢個係合乎河青啦，合乎呢個特朗普總統嗰個目標啦嚇，大幅下滑。咁啊，響油價大幅下滑嘅情景底下咧，當然咧就係有利於佢嗰個通脹嘅抑壓個通脹啦嚇，佢個目標亦都係希望係咁樣。咁個油咧就報62.3美元，技術上咧62.3美元咧就跌破咗重要嗰個支持位。咁我哋咧就喺個貴金屬篇咧再同大家去分析咁樣嚇。咁啊，此外咧，商品期貨指數咧嚇，嗰隻 CLB Index 咧，亦都大幅下跌嘅啊。CLB 指數走勢咧係大幅下跌，呢個係通脹領先嘅一個指標，咁亦都係有利於未來減息嘅一個預期嘅，因為通脹回落啦嘛，咁啊可以減息噶啦嘛，係咪？咁啊特別係當美股再進一步滑落嘅時候，呢個減息嘅壓力咧就仲更加咧大嘅嚇。咁啊，由於咧美國總統特朗普推行嗰個對等關稅嘅政策咧，幅度之大咧係遠係超乎市場專家個預期嘅，呢個關稅嗰個調升同埋佢嗰個講啊嚇，幅度又大啦，個面又廣咁樣啦嚇，遠咁超乎市場專家嘅預期。美股連續2日係重創嘅，第一日咧就係gap down咁咯，第二日咧再嚟一個 gap down，而家嗰支棍咧，嗰支陰燭咧就仲大支咁樣，個市場咧係有啲 panic 嘅，好明顯係有啲 panic。嗰個 VIX 咧就飆上去咧，就好明顯咁樣飆得好高嚇。咁我哋啱睇睇佢嘅走勢度。好啦，我哋講埋呢一個第8點先。咁而家咧個問題咧就係話，喂，你而家係連續2日咧係兩支大陰燭動咗落去㗎啦，全部都係 gap down 咁落啦，即係直情咧係即係出現一個崩盤式嘅一個下挫啊，或者係一個 panic 嘅一個 selling 咁樣。咁而家究竟咧即係引發我追蹤有幾個問題啦嚇。咁啊第一個咧就究竟個底係去邊度咧咁樣？咁你都想知道啊，個底係響邊度咧？咁啊個底係響邊度？咁佢運行嘅時長係幾耐咧？咁究竟佢要行幾耐咧？3-2個禮拜見底啊，定係1個月見底啊，定係2個月見底啊，定係話11個月先見底咧嚇？運行嘅時間嘅時長係幾耐咧？係陣痛啊，定係話長痛啊，或者係深度大痛咧？呢一個咁樣嘅重創咁樣，究竟係點樣咧？咁啊第三咧，會唔會觸發咧？另外一個咧就市場恐慌性人踩人嘅一個拋售，依家咧都唔係好勁嘅啫喎嚇。咁會唔會係出現呢種咁樣嘅現象咧？就進而
引領全球咧就陷入個經濟衰退。如果係咁樣嘅話，當然呢個係一個深度大痛咧，時長亦都會長好多咁樣啦嚇。咁我哋咧就將會從嗰個經濟基本嘅因素同埋個技術嘅因素嘅角度咧嚟分析嚟探討啊。咁就因為呢啲係未來嘅嘢啦，咁我逐步同大家去分享下我嘅睇法咁樣。好啦，咁第13點咧就美股三大指數急跌咧，就經已係即係呢一波嘅急跌咧，係經已係非常接近佢嗰個短期嘅支持位，非常接近佢短期嘅支持位啊！我特別係聲明啦，非常接近佢短期嘅支持位，震多一陣，因為佢仲爭啲位啊嘛，佢仲要震多一陣。咁啊，震多一陣咧就隨時反彈，震多一陣就隨時反彈。然而咧，呢個並唔係呢一波嘅一個底嚟嘅喎，佢係震多一陣，震落去之後，然後嚟一個反彈，反彈住。因為呢度講話唔係一個呢一波嘅底啊嘛，反彈完咗之後，佢又再下試另外一個低位喎。目前呢個市場咧就並不具備反彈回升嘅一個條件，淨係震一震、彈一彈咁樣啊，並不具備反彈回升嘅一個條件，或者咁樣講，美股跌得未夠深啊，仲未夠深啊嚇！點樣為之深咧？咁樣我一間咧喺幅圖嗰度顯示俾大家睇睇啦嚇。咁啊，佢嘅特徵係點樣啊？凡係呢啲咁樣嘅大型嗰個急跌或者下挫或者崩盤咧，佢有佢既定嘅模型嘅既定嘅形態嘅嚇。咁一陣咧同大家分享下，或者講咧就美股跌得未夠深，因此咧見底咧仲需要時間嘅配合，因為你一個軸咧就係個 X 軸，一個軸咧就係個 Y 軸啊嘛 ，X、Y 兩個軸啊嘛 ，X 就代表個時間 ，Y 咧代表個價位啊嘛，跌得幾深啊嘛，幾多啊嘛 ，X 軸咧就代表你行咗幾遠啊，幾耐啊嘛，咁樣去完成咗你呢個運行啊嘛，係咪啊？咁啊，目前咧見底咧仲需要時間去配合嘅。咁我話咧，除咗1987年股災出現咗1.5個月。1.5個月，87年呢一個股災咧，因為經歷過呢個股災，我當時咧就炒到飛起啊嘛，炒到期指啊嘛。好啦，1.5個月嗰個由熊轉牛呢個市道以外咧，喺87年個股災個半月咧就由熊市即刻咧就轉入牛市啦咁樣。喺長嘅歷史入邊啦，百幾年嘅歷史入邊咧，淨係得1987年咧個半月咧，佢就係由熊市就轉入牛市。咁所以咧，亦都係有啲探討分析咧話，喂，你究竟1987年呢個屬唔屬於一個熊市咧？佢唔屬於一個熊市啊嘛，咁樣。咁但係佢嘅殺傷力係相當厲害㗎，嘭一聲喎，真係嘭一聲佢就隔一日啦，佢一日咧就跌咗33%啊，個道瓊咋〜成個市值唔見咗1/3啊！咁樣禮手咧個半月後咧就即刻咧就已經咧就係咧就恢復上升啦，一路咁樣即係從此咧就再唔見到個低位咁樣啊！除咗87年係有呢個咁樣嘅1.5個月以外啦嚇，其他咧啊〜即係喺漫長嗰個時間段入邊咧，喺當中百幾年嘅歷史入邊咧，從來都未人試過咁短嘅嚇。咁因此咧，你嗰個當中，你個美股係咁掟落去，掟得第一又唔夠深，第二咧個時間又咁短咁樣，所以有排都未人見底嘅咁樣。目前嗰個市道咧並唔係入市抄底嘅時機。無論係價位或者係個時間咧，都唔係抄底嘅一個時機啊！無論係價位或者係個時間嚇，咁我可以咧為你演示一下。咁啊，接住咧我 show 俾你睇下。咁啊，8年以嚟咧就道指股災個走勢嘅形態，或者可以咁樣講啦嚇，就係經過呢一個咁樣嘅個形態嘅一個觀摩啦嚇，觀摩啦，你睇一睇呢個咁樣嘅走勢形態咧，咁樣咧你可能咧就可以咧係更加好咁樣對待未來呢一波嗰個走勢。
都未頂。咁依家咧，我哋咧就跳入去嗰個軟件入邊咧，我數一數俾你睇下咧。即係話你要佢見底，第一你要夠深先得，第二咁你要夠你見底即係即刻回升啦，由熊轉牛啦，咁你個時間咧要幾耐咁樣啊？咁我哋依家咧就睇睇個情況。嗱呢一個咧我都同大家講過咧，呢一個咧我 delete 咗呢一度先，唔啱佢遮實晒咁啊。呢一個咧就係響漫長嘅嗰個。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咧就喺1900年到依家嚇，即係啲百幾年嘅歷史入邊啦嚇。咁佢個波幅咧就除咗話1929年咧，呢個1929年啊嘅跌幅個幅度咧係咁大以外啦，其他咧都係好濕碎嘅。即使你話87年呢個唔係呢個08年個金融海嘯嚟講啦，呢個幅度咧，呢個跌幅咧都係呢一個29年嘅幅度嘅1/3嘅啫喎。咁所以咧29年咧嗰個幅度咧係相當厲害，即係進入一個經濟大蕭條嘅一個狀況。咁而家你又講嘅經濟就係講話進入經濟大蕭條咧，根本咧就亦都唔可能㗎啦啊！咁但係喺世間嘢咧就冇話可唔可能嘅，只不過咧。我真係覺得咧，即係可能性係相當低嘅咁樣。好啦，嗱睇睇咧喺歷史嘅長河入邊咧，Dow Jones咧佢嗰個運行咧，即係有關於，因為我哋相信個圖咧就歷史會重演嘅一個假設㗎嘛咁樣。咁而家咧就係佢跌落嚟咧係應該跌落嚟嘅，係技術上咧咩都好啦，佢應該都要跌一跌嘅咁樣。我哋個市場又唔係響月球，響地球噶嘛，響個地球咧有地心吸力噶嘛，咁你升，佢每一支箭咁係咁，即係個市咧就唔會話咁樣上，一路上一路唔回噶嘛，佢都係話一浪比一浪高，或者係一浪比一浪低咁樣噶嘛嚇，呢個係道氏嘅理論係咁樣噶嘛，即係 primary trend 係一個 up 入邊咧有 secondary 嘅 reaction， 有啲回吐完咗之後咧，佢浪比浪高，咁然後見咗頂，然後咧就浪比浪低，就係進入熊市咁樣。咁你睇下呢個Dow Jones，喂佢咁樣升法啦，好似咧響呢一個時間段嚟講咧，佢好少有回吐嘅喎，除咗話係2000年呢個 Covid 呢段時間咧個幅度係比較大啲以外啦嚇，佢好少回吐噶嘛。咁所以咧呢一個回吐咧係實屬咧就係當然嘅，好合理嘅一個回吐嚟嘅，係咪？好啦，咁然後咧你再計算下佢回調由個頂去到底一個回調咧，咁啊呢個回調個幅度係幾多？呢個回調個幅度係幾多？咁啊另外一個咧就係呢個係2000年嘅回調，又個幅度係幾多咁樣？你可以咁樣去推算啦。咁然後咧再引用呢個數字咧，就 apply 落去呢一波入邊，佢可能回調嘅幅度可能大中小有幾多？大嘅有幾多？中嘅有幾多？小嘅有幾多？咁啊好啦，幅度係咁樣，然後嗰個運行個時間個長短嚟計咧，呢個時間咧就係咁長啦，呢個時間咧就咁長嘅，即係由呢度去到呢度咁樣嚇。咁啊呢個時間咧就係由呢度去到呢度咁樣嚇，呢個08年嘅股災啦嚇，咁啊呢個2000年嗰個 Covid 咧個時間咧咁樣，好啦，咁而家咧呢個時長咧幾多咧？衰啊嘛，得2日啫嘛，而家跌落嚟得2日咁就係，即係嗰個掟落去嗰個震倉嗰個力度咧，個 panic 崩盤個力度得2日啫嘛，因為關稅嘅問題啊嘛，咁所以咧就無論你個價位又好，你嗰個時間又好咧，都係遠咧都未人可以講話係見底嘅咁樣。咁如果你咁樣講，你咪見底咪仲有排咁樣。好啦，你睇下咧，有排唔有排咧，我就唔知道啊。但係咧個歷史咧就曾經出現過一個咁樣嘅現象咧，就係個半月咧佢就係轉彎嘅。呢個係喺幾時發生咧？嗱，我哋將呢個咧就係喺呢個時間發生嘅。呢個咧就係1987年。我哋將1987年嗰個呢一段放大佢睇。嗱，87年嘅時候咧個Dow Jones去到2746.6咁樣，2746呢個係9月
呢個係左上角嗰度9月1號，呢個係10月咁樣啦嚇。10月就開始掟落嚟，10月掟落嚟呢一支大棍掟到落嚟呢度喎，呢個最低喎，即係唔係以收市價喎，由最高掟最低咧就掟咗幾多？掟咗咧就係33點幾個 percent 嘅嚇。如果嚟計啦嚇，佢跌咗幾廿個 percent， 1/3嘅市值，即係一個月之間咧。佢就蒸發咗，或者一日之間啊，直情係響好似係呢個係19、21號呢個10月19號同埋10月21號咧，隔日之間咧，星期一咧就已經係嘭一聲咧就去咗30幾個 percent 啦。全世界都為之打過突。我朝頭早睇呢個電台報告嘅時候咧，我話當時咧無線電視嗰個財經報道，我話short嘅成日報錯價咁樣，跌咗30幾個 percent，冇搞錯，跌咗500幾點落嚟咁翻到公司原來先知係真嘅，堅嘢嚟喎，都不敢相信咁樣嚇。好啦，呢一個幅度咧就相當勁。好啦，跟住嚟咧，你睇得到咧嚇，跟住之後咧，佢就即係呢度咧就係已經係見咗底啦，然後咧就慢慢咧就係回升啦。係呢一個波段，呢一個熊市咧，咁究竟你講唔講咧？有人咧去 challenge 咧，因為你時間唔足夠闊啊，唔足夠長咧，咁唔可以講話呢個係一個熊市，呢個仍然都係一個牛市嘅。不過呢個震倉係比較大啲，咁有另外一個講法咧，就係呢個係一個熊市，不過呢個熊市咧就好快就結束咁樣。咁我哋而家呢個2025年呢一波嚟講啊，特朗普呢個對等關稅會唔會咧再會出現一個咁樣嘅現象咧？咁樣總而言之咧，喺歷史嘅長河入邊咧，個兜中咧係曾經係出現過咧個半月度咧，佢就係已經係由熊市係轉入牛市嘅咁樣啊。咁就即係等大家咧就係有個譜啦，有個模啦，喺個心中入邊咧唔係話冇可能嘅喎，有可能嘅喎。咁而家嗰個幅度嚟計咧，第一咧，剛才你都講過，第一個深度唔夠大跌得未夠傷，殺傷力未夠咁樣佢如果要好快轉彎嘅時候咧，佢呢一波一掟落去個殺傷力一定要好大，然後先至佢好快咧就恢復嘅。不過而家個幅度未能夠大啊嘛，咁樣咁所以咧，我話咧呢個咧就唔係一個抄底嘅一個時機咧，就係咁嘅意思咁樣。今日會同大家講如何成為 TSCI 囧囧頻道嘅 Patreon 會員。第一步，留意 YouTube 影片下方，點擊顯示完整資訊，點擊加入 Patreon 會員嘅連結，進入 Patreon 嘅官方網站。繼續第二步，到訪 Patreon 嘅官方網站 TSCI 囧囧頻道嘅頁面。第三步，請按右上角嘅登錄繼續。如果你仲未成為 Patreon 嘅會員，請點擊頁面下面嘅註冊並繼續第四步。如果你已經成為咗 Patreon 嘅會員，可以跳到第5步嘅登錄。嚟到第4步，要註冊成為會員，填寫你嘅姓名、電郵地址同埋創建你嘅密碼，然後按註冊。你亦都可以用 Google 註冊或者用 Facebook 註冊，只要點擊相關嘅按鈕就可以啦。第5步，相信大家已經成為咗 Patreon 嘅會員，填寫你嘅電子郵件及密碼，點擊登錄繼續。你亦都可以透過 Google、Apple Account 同埋 Facebook 登錄你嘅 Patreon 賬號。第6步，完成登錄之後，喺右上角嘅搜尋欄裏面搜尋 TSCI 囧囧頻道，點擊選項進入。第7步，選擇適合你嘅會員級別，我哋提供咗金或者銀會員級別，分別係40蚊美金同埋25蚊美金。點擊加入繼續。呢度要注意嘅係，金會員有專屬影片觀看，並設有 YouTube 直播嘅 PDF 檔案同埋聲音檔案下載，方便大家重溫精彩嘅內容。第8步，完成你嘅每月付款，填寫付款方式同埋確認你付款嘅金額。完成填寫之後，可以點擊確認或者更新並繼續。呢度要注意嘅係，英文版網站嘅 CVV 係銀行卡嘅安全碼，你可以喺銀行卡嘅背面揾到白底黑字嘅3位數字。另外，香港嘅郵政編號可以輸入0000005個0代替。
另外，如果你已經註冊並登入咗 PayPal 嘅賬戶，你亦都可以用 PayPal 去付款。第9步，恭喜你，你已經成為咗我哋嘅 Patreon 會員，點擊進入 Get Started。我哋亦都歡迎閣下加入我哋嘅 Telegram 群組，按下廣播群組連結就可以收取陳老師嘅所有資訊發布，按下 Telegram 私信連結就可以提問，老師會盡量解答你嘅問題。完成啦，即可瀏覽會員專屬內容。今會員限定，除咗有專屬影片之外，仲有 PDF 檔案同埋聲音檔案下載。好，多謝晒。